明仔载是清明，台湾有真侪所在拢有食润饼糕的风俗。中华有一间卖润饼皮的店家，最近生意有够好，半暝4点就开始做，总共开47鼎的鼎炉，而且是全家总动员，大人囡仔拢来斗骹手。若鹿港有一间店，平常时是咧卖包好的润饼糕，清明前这几天敢若卖饼皮，同款嘛是赶工，一工做12点钟。 也是做袂赴卖。大家排队要来买润饼皮。就读小学的时候，都就清晨会被人家挖来排队。排真久啦，排真久，排有1点钟哦，差不多啦。这人边境大等1点钟，店家开47个炉，咧切润饼皮，就要做袂赴。旁边翘起来就可以吃。连读过书的囡仔拢爱来帮忙。 清明节的中午，5号的大概中午，人潮才会慢慢散掉。有1年经验，店家透早4点就开工。因讲虽然今年甲厝甲糖拢起价，但是因维持价销，一袋金卖140块。另外，鹿港的润饼店伊生意嘛非常好，平常时拢是咧卖包好的润饼。不过这清明节润饼皮需求大，因此这几天只有卖润饼皮，而且还有限量的规则。 爸回去吃早餐。吃早餐了，啊，做人家交接就对了。对。民众甲厝内人排队，也搁互相排时间交接，算是全家总动员，就是要买到润饼皮。清明节食润饼，传统的风俗，一冬就安尼一改，就算是非常辛苦，店家也是做甲真欢喜。民众排队等久嘛甘愿。